来看今年5月有一批艺人去封查着闪做兵，内政部清查了后，今仔日检方阁扩大具体10个人，包含艺人邱吉凯、陈碧玲等人。针对这款闪做兵的情形，国防部长郭立雄是表示讲，无排除会甲兵役的体检束缚更加严格。艺人邱吉凯伫无啊穿乌衫，去互警方带转去，共款防躯体，还有艺人陈碧玲、甲 Energy 的团员张书伟等人。为什么要伞兵啊？这花了多少钱？面对探问是无话无据，互警方带走的艺人，还有担接伫个60届金钟奖得奖的拉力帕成员廖文杰。是威廉介绍的吗？不是有家族性遗传吗？这波搜查约谈是由检方亲身带队，按算约谈10个人，各是艺人都有5个，拢是甲闪做兵的问题有关系。现在 Energy 团员昆达有风声讲，因为工课的关系，目前人无伫台湾。邱姓艺人遭受拘提，经初步了解与当时服家庭因素及申请提前退役无关，相关细节后续则交由司法检调系统进行侦办厘清。这个涉案的查甫名册，捌提出免做兵的理由，有人讲是下居，有人是地中海贫血，家族遗传的镜头，有人是做替代役。这其中敢有涉及不法，检警当咧厘清。不过专案会逼出来，是为这个案件拖出来的。你花了多少钱伞兵？艺人涉嫌闪过做兵，检方已经几届搜查，包括艺人陈零九、拉力帕成员威廉等人，顶日已经去互起诉。内政部清查了后，有找到92个个案有真大共同性，互警方扩大侦办。这届佫发现有艺人涉案，因拢是找共一个不法的集团来斗相共。我们会就这个相关体格认定的标准等等，然后还有这个避免有这样子的一个伞兵的情况发生呢，我们有做个相关的一些预防的一些措施。针对一直传出闪做兵的情形，国防部长郭立雄回应讲，会加速甲军医局的讨论，来做出相关预防的措施，无排除做兵的体检会甲变得较严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